你有冇發現快樂嘅時候3個鐘頭一眨眼就過去，痛苦嘅時候3秒鐘就好似3年時間？問題嚟啦，係時間變化咗，定抑或係你被時間欺騙咗呢？物理學對時間嘅定義其實好簡單，時間就係事件發生嘅順序，冇順序就冇時間。咁點解一日一定要係24個鐘呢？唔係宇宙規定嘅，係人類自己分嘅。更瘋狂嘅係，愛因斯坦話俾我哋聽，速度越快，引力越強，時間就真係會變得越慢。所以問題就係，時間係咪真係喺度流動緊呢？定抑或只不過係我哋嘅感覺呢？最近物理學界有一篇論文話，時間係三維嘅。咁到底係咪真係三維嘅呢？點解我哋感受唔到嘅？click 入去我嘅視頻，一邊睇倫敦街景，一邊睇下我對時間嘅睇法啦。